秋，昔日唱的那块秋，我都写长袖，看在几兰节秋。来当给我的手，先当先把你一送，强把你给诺不先拉下月。江吧，有秋意那个阿嘎，我拉刚追上，前面的拉达阿秋。你当给我吞送，先当先把你送，将把你给弄不先拉下远。穷极陪把人穷，连军的把带送，我当遗忘拉木，你为中拉从穷。就是这首歌跟我们两个还挺像的，因为我们两个的也不能说结缘是在拉萨吧，但是我们两个真正的走在一起是在拉萨。对，我们以前就认识，但是真正的走在一起是在拉萨。所以他说啊，因为里面有一个歌词是相遇在日光之城。然后我觉得前面也在叙述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就是绿松式的这种般的爱意表达，然后说最后我跟就是神仙般的卓玛相聚在圣城拉萨或者日光之城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挺像我们两个过来的这个路和相遇的这些时光，我觉得挺像的，我觉得还是挺感